成日 OT 食外賣、飲酒應酬，肝臟脂肪慢慢堆積，肝酵素長期偏高，表面未必有感覺，但係其實個肝已經喺度求救啊！日本製，香港註冊，強效護肝配方，養肝力，專注肝臟修復同埋保護，科研實證，30日逆轉肝損傷，3重修復機制，直擊根源，抗炎、抗纖維化、抗氧化，阻止問題惡化。數據證實，連續服用30日，肝酵素 ALT 顯著回落正常。服用簡單，每日2次，每次2粒，配合健康作息，前後對比肝酵素指數，成效睇得到。立即上官網選購，免費送貨，支持貨到付款啊！養肝力，守住你嘅健康肝酵素。經官網購買，保證日本原裝正貨，協助人們通往健康。